各位好，沙田新城市廣場化妝品店不良銷售手法近日引爆全網聲討。等我哋先講返件事嘅經過。一名58歲譚姓女士7月20號喺新城市廣場3期一間化妝品店，懷疑俾人呃咗約4萬蚊。佢嘅講法係咁嘅：當時佢行經店鋪門外，店員主動搭訕，讚佢件衫好靚，問可唔可以幫我影張相。目的咧就係引佢入去。入到去，佢話自己根本唔知間鋪賣咩，3、4個店員即刻圍埋嚟高壓推銷，仲喺佢塊面度搽嘢 sell 到佢頭都暈。啲店員咧仲拎走佢張信用卡，問佢有冇第二張卡，話佢張卡冇錢，其實係有錢，想呃佢攞第二張卡。之後女事主話用完嗰啲護膚品對眼紅晒，塊面腫晒，要睇醫生。佢返去店鋪要求退款，店方拒絕，仲話呃咗我4萬幾，2萬幾利息都唔肯取消賬單。女事主最終報警，但係警方表示事件唔涉及刑事成分。咁呢度咧就係問題嘅核心嘅。咁點解呃人4萬蚊？警方話唔涉及刑事成分，因為呢類不良銷售手法遊走喺法律嘅灰色地帶。佢哋唔係明搶，而係用讚美搭訕、誘騙入店、高壓推銷、未經同意刷卡呢套組合拳。喺商品說明條例底下，要證明誤導性遺漏或者具威嚇性營業行為，舉證門檻好高。結果就係法律上佢哋冇犯法，道德上佢哋就係明搶。更加令人憂慮嘅係呢啲手法唔係單一事件。女事主嘅片段流出後，大批網民分享相同經歷。有網民話喺海港城都賴過嘢，先送試用裝，再被游說買接近1000蚊嘅產品，跟住再被昆1萬蚊買10個美容療程。有網民直言呢啲呃人嘅公司開到全香港咁多分店啊，專揾師奶阿婆呃佢錢啊。佢哋嘅目標好清晰㗎，弱勢群體、師奶阿婆、遊客唔識拒絕嘅人，因為呢啲人最容易喺高壓推銷之下屈服，事後又最冇能力追討。社會監管嘅不足，呢件事咧暴露得淋漓盡致。消委會多年嚟不斷呼籲要為美容同預繳式消費引入強制冷靜期，即係消費者喺簽約之後有一段時間可以無條件取消，但係立法一直未有下文。每次有呢類事件爆出，社會憤怒一陣，之後又回復原狀，啲黑店繼續開，繼續揾下一批受害者。講到底，幾多歲都好，無論師奶定後生女，出街都要記住一件事，冇人會無端端讚你件衫靚，除非佢想 sell 你嘢。保持警覺先係最好嘅自保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